主的主，永远伫地上帝，感谢你的救赎、宽容甲怜悯，无照着阮的过犯来款待阮，负起了阮的罪恶，哪当离屎的哪天离地，原徘徊切度。佮因为你的恩典，将圣囝耶稣基督赐予阮，为阮牺牲性命伫十字架顶，伊所受的结果，愿得平安。 所受的悲伤，阮得医治，也因为基督的救活，互阮有永远的盼望。主，阮感谢你。这是阮来到你的面前，恳求圣神引带阮，将真理的光照伫阮的生命内面，互阮知着怎样行来互主你欢喜，真侪你所赐福的管道，拯救阮脱离一切患难甲困苦。 伫阮人生拄着坎坷的时，赐落意料的喜乐甲平安，亲像伫沙漠开工无一样，用你温暖的怀抱保护阮；伫阮忧伤的时安慰阮；伫阮患难的时帮助阮；伫阮病痛的时医治阮。求主接纳阮诚心的认罪悔改甲祈求，互阮有能力、有气力，为福音的广传来跑走。 互阮日日行伫光明中，成做光明之子。安尼祈祷是奉主的名，阿门。煞车万用主驾是咱的祈祷文，开声来祈祷。我你的名信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实现，你的亲像天命，我们实际来生活，写在我的国，亲像我写在国的本啊，我哋做咱一日事。 希望他的对爱，引导关键天更都是所有大家的主心。阿门。主向我祈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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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主。 圣经来个别咱的信仰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帝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生玛利亚出世，伫本着彼拉多前来受苦，钉十字架，死埋葬，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。 这个全能的帝上帝大名，伊袂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是圣神，我是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复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上阵。愿感归献给上帝。 中华。
仔日的经文记载伫路加福音10章25到37节。咱用口头方式来读，我来客然后来念。有一个教律法的先师，起来试伊讲。耶稣对伊讲：伫法律有记载啥物？你毋读了怎样？也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若是伊爱显明家己罪孽，就对耶稣讲：治罪是我的厝边。拄着插8伊的衣裳，拍伊到半死，放下着做引去。阁有一个利未人到迄所在看了，流言对迄边过去。因我用手亲伫伊受伤的所在，甲伊包着。今日摕2个囡仔，摕囡仔2个互店主顾。这3人中，你拍算搭落一个做拄着插迄人的厝边。上帝赐福听伊对伊人。下面咱请牧师来为咱证道，伊今日题目是：我是治罪的好厝边。咱三角来祈祷，主，阮经拍开你的话，也启用你的话，求你也拍开我的心门，会当来领受你话命的话，带领阮下面的时间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日讲的圣经是非常熟的圣经，好撒玛利亚人。这咱即摆咧讲的这个圣经是啥？是耶稣对伊徛起的加利利，要到犹大，要到耶路撒冷，这条路叫做鲁定的报告，咱已经知影。耶稣伫遐拄着各种各款的人，拄着各种各款的问题，所以耶稣后面伫遐对答，讲着耶稣显出耶稣无共款的态度，伫遮。耶稣其实是要完成伊救世的大恩典、大工程，所以伊所讲的话是和这个救世的恩典有关系。咱今日所读的是一部，咱先来了解这个亚利哥。你捌亚利哥有？我有去过亚利哥，去过迄个撒该踮的所在。亚利哥甲耶路撒冷总嘛经过28公里，差不多直接到红山。到屏东，但是伊这个悬价差足多。这个亚利哥是海平面以下400公尺，耶路撒冷是海水平顶的700公尺，所以20公里尔吼，全迄落差是1200，到尾1200公尺。所以迄个所在坎坎坷坷，迄个亚利哥迄个所在土足红的，规路土足红的，因为遐是啥？遐是所有的强盗，遐个人拢秘伫遐，拢伫遐足危险的所在。所以遐个人若为要落来亚利哥，一定爱做官，大家安尼相牵，为人行进前，为人对后，拢爱啥？为人爱饲只狗吼，饲只狗安尼顾咧，安尼看头前安尼看有伤人无，足危险的，足危险的。边因为关山要咧低的所在。足侪溪坑，所以毋知影你树仔顶，就有迄强盗就落来，安尼，迄当时遐人上惊啥？上惊遐人吼，遐强盗知影，去耶路撒冷的人吼，遐是啥？遐咱台湾人讲遐咧挂香啦，
其实毋是歌兄啦，伊是爱去敬拜耶和华，敬拜了是有慈悲心，对着人就较慈悲啊，听着上帝话啊，啊，佮听着上帝迄概念啊，啊，所以遐强调拢加啥？拢加甲啦，嘛海产啦，带啦，我要死啦！所以我逐日去看咧时，去来看了牛咧时，规遐都讲落来啊，了解无？所以迄是足正常的所在。好，咱来了解这个背景了后，咱来看，迄当时有一个啥？有一个律法师，这律法师吼，律法师见下书啦，就是犹太人内底上皇尊敬的宗教领袖。因是律法的专家，因爱保存律法、讲解律法、佮传授律法。伊佮是因亚罗撒冷最高法院的大法官，了解吼？啊，这人拢是公认的，有即条的，前世啊希伯来文学到够的，上帝话拢背到够熟的，所以因真不服。因就是为亚罗撒冷派来讲，哎，加利利靠一个无经过阮考试通过，伊来做律法师，这实在是真奇怪，所以派来，这派来是因着大耶稣出考题啊，耶稣啊，我要安怎样开咱得到永活？吼，这因知影，因早就知影讲，因头前派过两三个。大耶稣考试，耶稣应讲啥？讲你来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听耶和华你的上帝，佮听出你就家己。所以知影耶稣答表够好，就从生命记、佮利未记，互即两个合做伙。啊，因较早咧读到到咧，读个电酷酷，拢咧真正迄幼啊，迄他妈咧找迄法律旁啊，咱知影我找法律旁。我有一个朋友是代法律系个法律研究所毕业的，啊，伊真早，伊人苏贞昌因真后盖考虑律师，因翁仔某拢考虑律师，伊头讲我当时4000几个，伊考8个，含阿边的时阵呢，伊讲哦，但是有够有毒，我想看有够有毒的讲这个话，伊讲阮法律系拢无爱教阮法律题啊，法律题壳啦。安怎解说法律？无教阮安怎用这幼幼啊咧，要做阮要教阮做执政者的工具，专门个逼害者台湾人。我这人是做较深的，啊，这人伊到尾伊信主嘛，伊信主了是讲，哎呦，我开始做安尼的。啊，迄阵林永刚，我听过无？林永刚，因哥个林武哥，永刚就是公羊啊，啊，户口人袂晓写啊。写阴港啊，其实阴港、乌港，知影嘛？阴港、乌港，啊，阴哥、乌哥，拢咱知影啊。啊，林明港就敲电来换算，伊甲林明港讲司法研究嘛，你讲的我拢录音嘛，你叫我做违法代志，我传你袂使做哦。这人即摆来咱教育证书，和我好朋友，伊就是安尼用逼啊，落尾太太用钓鱼金门做法官。爱用钓鱼了，迄花莲两个阿某尾才会做伙，爱转事情。啊，其中还没做伙，其中一个做高新武啦，高新武啦，这其中。即讲袂使这律法吼，是要叫人来上帝，要互人来接受上帝恩典呢。以色列人因本来是奴才呢，因伫埃及内底吼，做奴才做到要死。啊！你把一个偷放出来了吼，你敢知奴才啊？一个偷放出来后，上惊就是奴才啊神，知影吼？奴才啊神，啊上帝免怎用这人来救出你，脱离奴才神，就是守住律法律。讲恁唔通受害者变做加害者，所以恁较早去互人互糟蹋，啊礼拜按迄种做工，你即马按迄种爱偷放出来，了解这意思无吼？你较早定互抬无性命权。你要注重性命的观点。你较早互强调去拜月亮、拜太阳、拜什么对不对？啊，无条讲，低调讲，造文讲文无，吼啊，假使我讲练习无，吼，一堆啦，就是讲你安尼，你即摆爱拜耶和华独来上帝，所以律法是假的安尼。啊，你这因遮人呢，煞全他妈
做迄幼幼目目像空像盘咧找人，所以就是要找耶稣。啊，耶稣来讲，耶稣请问，如果要假死，我惊到哦，耶稣啊，电到问我袂使耶稣面头前闹鬼，何必我啥？小丑，就是安尼，你知影无？伊讲，因本来第一条你知啦，第一条就是讲，耶和华以色列人，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上帝，你着真心真性真力真意听主你的上帝，这伊拢知影，这就是叫做小蚂蚁，听了爱去做，啊，所以迄个经章内底是袂记来讲，你着爱伫恁兜教示你的细囝，互恁全家拢遵守，啊，搁再你爱诚做模范。先行出来，互你的父亲人，甲互你的家后，甲你的子孙，拢对你行，这因知影。但是听厝边亲像家己，因如何教，因嘛知影。但是讲啥？啥物人会晓做我厝边啊？我高雄人呢？如何说？咱犹太人较会使做，犹太人较会做咱厝边啊。啊！你法利赛人讲袂使啦，犹太人足侪人无守律法嘞，爱上阮法利赛人安尼严格守律法，这开始我厝边，了解无？啊，迄个搁一个群乱，迄个社团讲天下乌鸦一般乌，全世界拢做乌的，但独独阮遮个建起来，阮是白的，所以咧无参加阮这个团体，阮是上帝独一的心意，若毋是参加这个团体，拢做乌的。了解无？拢袂使做我厝边，所以伊咧讲出句话啥意思？我有要听，啊，三来牵你我听，迄毋是我要拍某，是阮某欠拍，你知无？毋是阮囝，我爱推阮囝啦，是阮囝欠推啦，土水师八千叫啥？叫欠推啦，土水师拢答应去，欠推啦。你喙口哪会歹？迄毋是我爱骂啦！阮这厝边哦，就是路边的流汤，叫精人酸。我这是拢牵拖别人，所以毋是我毋听人啦，是啥人会牵得我听？我遮尔高尚呢，我遮尔优秀呢，我精英呢，你敢知影？我演特呢，我是民粹呢，都因着行这条路，耶稣知影即种人哦，伊咧讲这话意思是。毋是我毋听人，即句话送捌讲过，即句话捌送捌过。你感觉中国文化内底有一个伟大的人物，你敢知影？即人写啥？讲天生万民，讲天生天生万民啊！但是人无一德以报天啊！你敢知这啥？杀，七杀碑啦，七杀碑，伫中国老这个七杀碑，伊杀人杀80万，80万毋是杀死80个人，是80万个家庭咧哭咧。这像这你敢知这什么人？明朝流寇啦，天生万物以养民啊，民无一德以报天啊，杀，杀人就是替天行道啦。中国大流寇。这个法利赛人，这如何说？无人值得我听嘛，无人值得这种人拢爱我都伊拢欠骂、欠推、欠拍，对不对？欠好，耶稣讲哇，这人讲袂听，讲袂出声啦。耶稣都讲个譬如啦。好，耶稣人讲譬如讲，有一个撒玛利亚人，伊用拍甲半小时，啊去当时祭司甲利未人甲人搭救，搭伊听。我伊就赞，阮就是这种啦，啊了解无？啊耶稣都倒边，耶稣讲倒边，讲有一个祭司，啊你知影祭司是上帝所拣调的人，伊经过了看到这个撒玛利，看到这个人拍甲互半小时，伊讲哎呦，我是上帝的罗卜呢。我是上帝在看重，我是来顾我家己呢。你敢知影？嘿，我为着安全呢，迄万一人跌落去吼，啊，这是叫我一人安怎？了解无？啊，搁哎呦，这袂使讲着咧，万一若是真正死啊，我摸着尸体，啊，我今仔是安尼去做煞了转来，我拜二要去转去
拿酒，我拄啊袂清去7工，了解吼？无着4天我袂使，我这摆拿3、7工我袂使去。哦，这袂使啊！我对上帝真忠诶。捌听过对上帝真忠诶无？我著爱对上帝真忠，所以我袂使有效诶。当时迄阵法利赛人讲，我对阮爸母诶有效诶钱哦，我使奉献到上帝啊，所以我无法度啊。哦，即种人，啊，即个利未人嘛相共，请问诶，这4甲利未人是犹太诶贵族，因内底真精英诶分子，因是律法诶代表人，因是律法诶维护者，因全无献身地教律法，因爱做模范，结果咧，吼，有够冷淡诶，有够冷血。有够冷血，这人出一支嘴，讲甲天花乱坠，啊，讲台湾讲啥？讲规分机啊，做无一汤匙，啊，其实伊是讲规副车，做无一柄匙啊。拢讲卖做，啊，这人咧，好开满嘴，人机道德，其实假冒伪善啊。看到人目睭金金，动作无快。遐目睭金金人上着，你捌看过即个牧师无？你若穿较散起来，就看着伊，捌知？捌看即种人？有啦，我做牧师人去找伊，即个当牧师嘛捌知道。我去韩国厝伊呢，韩国迄个牧师，因教我1万1千个，头啊握手，男牧师你教我几个？讲20几个，我就伫遐做团队。好，安尼哦，好，咱叫一个新人进陪我，连团队都袂使我讲话。团队上少嘛拢4、5万个，啊你啥？你比阮团队较细，叫是人先陪我，以后拢慢慢讲话。我混安尼，较高级，啊，我这个秀着咧，伊个西装，好歹袂食2几箍，啊请阮食落去食迄个1两个，真啊2000几箍啦，真大个2000箍，迄阵韩国人真瘦，迄是我20几年前，我看着囝儿，我哪安尼？为你讲话呢，比你担当呢。即种人都有啊，即种人看着就怪苦个。我看着即种人切心讲，我以后绝对袂使唔小人。好，我嘛讲过，我还莫讲教会，我一个教会买遐读册，伫阮头仔边仔入要读册，有弹出来，啊是老牵出来。我你毋是阮教会，你在创啥？死鸡都无放假使。我礼拜听到一句话，我迄个牧师安尼啦，即个，啊这圣经内底有考什人啊？这。我有一个朋友吼，伊个 post 论文写啥？写落去牧师御用官兵，牧师御用官兵，伊个 post 论文，我替伊写事件，我真趣味。我牧师做好秘密者，这利未者，利未人甲祭司就是安尼嘛，迄真害啊！后来咱看这个法律，另外一个撒玛利亚人，伊看到了圣经讲，伊动了人民的心。动了人民的心，咱知耶稣嘛是动了人民的心，所以耶稣会当将心比心，就是讲伊内面的心要出假棍，好啊，假棍，头前两个嘛咧假棍咧，但假棍，哎呦，削，迄嘛了，啊，你我削，我就无清气，了解无？啊，毋是讲削是伊无，伊假棍讲我若无来救伊，伊要安怎？啊，头前两个说，我若罔救，我要安怎？啊，了解无？我时间表咧排出几咧，安尼迄人讲啥？我咧看时间，转水落来咱来救的时候，哎呦，伤嘴啊！伊无咧煮边仔讲是毋是会人老拍菜，伤嘴都用去酒甲倒咧，大伤嘴洗了啥？用油来抹咧，佮头壳囡仔拢头开，咱挑开阵啊，来包咧扎出来，了伊家己的鱼也无吃，就那腐开，啊了我散去到迄客店，互伊确定这人是毋是好照顾，啊若佮留一寡钱，讲别日若无够，我就来佮留伊。伊的即个好所行，对伊只有败害无一利啊，对毋对？但伊甘愿牺牲，伊耽误伊的行程，啊，伊伫路人停咧，佮家己去哦强盗。当了，因为讲到拍个倒，就是要叫人这有听啥物人？要啥？这钓鱼啊！这钓鱼啊！哎，我无咧惊。啊，佮啥？佮
佮这人敢毋是阮，佮是上切愿看袂起的犹太人，安了解吼？这个有怜悯的心，所以耶稣用这极端的例讲一个啥？讲咱每一个人要悔改，咱讲的话拢毋对呀。安怎讲？伊讲这个，如果说，什么人有资格做我的厝边？了解无？我满腹的疼心怜悯，但这人都唔得，安尼意思。啊，耶稣讲是什么人会当做你的厝边？是毋是安尼？毋是啊，耶稣无讲安尼啊。耶稣讲你倒一位是人的厝边？意思讲啥？讲你莫常常在管什么人有搭去做你的厝边啊？你要先反省，你是毋是人的好厝边啊？了解无？咱大家要反省，我袂使逐日咧反省讲，阮某吼心逐日我疼啦。有人常问讲，牧师啊，你娶这个某你袂反悔？我讲我毋捌咧反悔，我只有干那一个反悔讲，我实在无够通听伊啦。安了解无？我真亏欠伊。我只有干那想着讲，我结婚了后要安怎样来好好听我的父亲啊？你嘛对，有人讲你这牧师会袂反悔，你同学会人讲做当处长做啥，趁钱趁甲的，人咧开落车，我一摆参加一个聚会，做讲员啦，使咱员工伫这变做的，迄54个，坐5个人，到准备。我较早学生老讲，伫中国咧上班讲，你安尼，陈哥，我看到你我会见笑咧，你还敢来讲道啦？你安尼啊，你这个清差，全家拢坐咧，后一台坐54个都爱坐5个人，我真正坐5个人，我使去啦。伊讲我看你见笑的，你敢知我住伫对？我讲你住伫对，我住伫17号，哥哥在上。你敢知我住偌岁？讲我住32平，袂歹啊。讲我住72平，佫收入也我讲这就是比遮的。我讲你现在住遐悬，遮个人无我的水准啊，了解？这即摆在做牧师啊，即摆在做牧师啊，伊也袂报着这个科技。听到高兴，根本饱个嘴。因咧团队遮个负责人吼，迄牧师娘吼，小李拍伊定下讲，陈哥，这一定有罪啦，无上帝别安尼黑款人啦，无连地母有罪啦。我讲你安尼是咱毋对啦。即摆咧做牧师，是有效。所以，毋是啥物人值得做咱的厝边，爱反省我是毋是人好厝边。莫会定咧反省你的囝，啥物不好啦、白目啦、讲袂听啦，爱反省讲我是毋是做好模范啦，对不对？我甲咱两个，我甲咱咧遥控4个叫囡仔讲，莫看电视，看电视会两杯咧，恁爸就两杯啊，哪有可能咧？但是咧就我讲咧，讲囡仔莫看，莫上网啦，上网害你自己呢，会上瘾呢，你爸爸已经没救了，哪有可能？我做模范，这头前，你敢知影？我准备结婚的时候，我考虑一点，我是毋是刚结婚？现今假是做丈夫人，都爱为着你的妇人人是放杀家己的。我想讲，我感觉我当我母爱死，了解无？若无安尼，你根本无准备来娶某。若是安尼的时阵，做妇人做查甫人，你就知影我是一个尽力。咱现今的迄经验吼，讲做丈夫的，佮做妇人人的。做丈夫、做妇人人、做老爸、做爸母、甲做说是，拢总是爱读圣经为家己读的，毋好为别人读的。我若见读了，我无毋对，你知无？我囝毋对无？我做牧师啦，有时吼，去咧讲课是讲，牧师啊，免咧，我这囝拢白目，毋听话，叫伊来孝顺、好敬、好敬。哎呀，你若讲，拜托，我这爸母吼有够我牵拖啦，讲到囡仔吼。毋好安尼，互囡仔安尼受气，安尼累死，你著爱讲。我讲我免怎讲啊？一个叫讲一个叫一个，是安尼。我即个我有用去 Google 拍迄个单 K 哦，我拍着啥你知无？拍着迄个台大的 PPT 迄美化的，这些成绩无项目有够白目。我看着就趣味，我看到欢喜，咱看到欢喜。伊讲这个陈牧师足好跳脚，
讲个拢我跳脚，这个拍黑帮的吼，说这可能我看会，但是我知影，大家拢是要叫别人来配合我，全世界来配合我，无可能啊！耶稣能调节，咱是毋是咱为打开始，咱来反悔，来认罪讲，我是毋是做人好厝边？我是毋是做人好丈夫？我是毋是做人的好人？我是毋是做人的好父母？我是毋是做人的好朋友？啊，莫定下咧牵拖牧师啊！迄牧师哦，拢无来甲我探访啦，讲爱看有探访一摆，上好逐工啦。啊，若无逐工嘛，逐日敲电话啦。啊，才有3顿啦。哦，你安尼讲哦，牧师一人要应付遮侪人。啊，若无哦，你无贴心啦。哦，安尼哦。啊，叫团队来，我无爱啦；叫朋友来，我无爱啦。你来啦，哦安尼哦。啊，我来时你也无捧茶我食啦。啊，我要走你也无讲啊，搁来坐啦。我一个人丢遮侪人，啊，靠一个老公讲，牧师，你哦，我要认你做爸爸，我哦，真甘心。啊，但你甲你听我就好哦，望听你某甲你囝哦。啊，你若教我拢袂使，莫别人讲话，甲人讲我讲话。我讲哦，你有够严谨咧，我歹做啦，无必要安尼啦。圣经咧教示讲，为咱出发啦，咱爱成做啥物种人啦，莫定要求啥物种人啦，对不对？好，啊，一个青年老公讲，牧师，你甲我介绍啥物？介绍了身高188，啊，体重88，啊，月入8万8。我讲有遮好，啊，佮台青椒的，啊，佮 double E 的，佮电机的会使。你讲这个是啥物人？我讲你身悬153，啊，佮也无全部头路，普考佮考17、8年，佮考袂过。哦，啊，你身体佮遐歹，真我甲你无照应。请问诶，耶稣是咧救上在社会精英，所以耶稣哦，叫咱意识形态改变咧，改变咧。亚伯拉罕，上帝拣了伊，是正做世间人的福星，世间人会为伊得到福气。所以这种的观念是咱台湾人无共的。我有福气就是啥？就别人替我做便便，对不对？别人做好死，啊我钱呢？我一当领钱就好。咱已经有一个青年咯，发一张文号安尼，我收到的时候，我笑笑都要删掉咧，应该莫删掉。拢讲48股咧，你讲啥叫做？讲上好的工作就是钱多事少，离家近。然后呢，48股咧，钱多事少，离家近。领钱领到手抽筋。领钱领到手抽筋，睡觉睡到自然醒。我犯错犯过别人顶，犯错犯过别人顶，对不对？啊，旅游购物别人请，我拢写在48股。好，太屌！啊，这就是华人的意识形态啦，咱来改变，咱来食做人的好处比，咱三个来对。主啊，你给咱台湾调节，健康的问题不是啥物人会扛你做我的厝边，健康的是讲我要怎样食做人的好厝边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食做怜悯人的好厝边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伫阮的家庭徛起，成做阮的丈夫，阮的负责人会好厝边，成做阮的细囝的好厝边，莫一直日到暗拢指责，拢找空找芳，拢定定要改变伊。主啊，求你改变阮。主啊，求你怜悯阮，莫互阮伫即个厝的内面。变做一个教官，一个检察官，甚至是一个法官。求主啊，帮助阮，互阮会当成做人的好厝边，阮这个教会成做人的好厝边，互阮会当来服侍人，来帮助阮的厝边，尤其遐个受伤的人。主要说啊，你甲这个。经学师讲，你着照安尼做，会当得到恩我。主啊，阮知影，阮要得到恩我，毋但是对你的信，真正的信是阮有行为做阮的信来表达。主求你帮助阮，带领阮，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OK。